咱当心来祈祷。因为阮的上帝，你是阮的上帝。阮每一个就是来圣殿，愿你放下阮的担当，开阔阮的心来听你的话语，成做阮生命的意义。阮当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人的一生哪春像一株喜绿叶，戏如人生。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伫咱人生这段讲长无长、讲短无短的生命的旅程的中间，咱经过真侪起起折折，有翻山，有汪洋大海。所谓的生老病死、悲欢离合，等咱小可好困一下，咱白头底看，毋知你看到啥物？即摆关系你过去生命点点滴滴的都会顶面，敢有精彩？有无？这倒来对你的事业、你的家庭、你的感情、你的兴趣、你的信仰，还是你的健康？你看即摆倒来对你过去有受偌侪人来帮衬无？你阁有帮衬扶持偌侪人？你快乐的时间多，还是忧愁的时间多？我想每一个人的都有共款。如今想起来，心会感觉甜甜的人举手，哇，真侪人举手。心会怎么？有时会感觉心糟糟的人举手。有人养者。有时想迄款心糟糟的时阵啊，目屎阁会流来无？迄是安慰的目屎。可能是约伯记内底上重要的重点，因为约伯的遭遇，可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无奈，还是咱其实咱就是约伯。伫大患难的时阵，咱跌倒，咱身躯受疼。正常的人要知影一个道理，一个答案，为什么会发生伫我身上？昨昏咱敬仰的平成弟兄，伊下晡2点半，面容足好看，安时自怀伫厝内底，伊的囝儿孙全部拢有教去。我想，小英姐嘛是要问，为什么会离到我身上？昨昏你真正是足艰苦，足艰苦。阮伫第一时间，张牧师就到遐甲陪伴。我毋知要讲啥物话，无算也牵的，也懒的。我心内惊祈祷，主啊，你亲自来安慰伊，安慰阮这姊妹。但是可能一直伫地中，可能无，可能伫咱个世间，伫咱个生命中间，逐天拢对咱做伙。苦难它是一个奥秘，为什么有苦难？无人知影。对苦难的看法，每一个人的角度、忍受的程度嘛是无共款。可能大部分是咱身躯内底甲外口。因为环境的改变，这种的变化，渐渐互咱的心感觉足袂爽快，心揪在一起。我无法度去形容，迄艰苦。咱的身体开始，就咱迄讲，咱咧拍篮球共款，咱这老马队，读甲伤的吼，我少年时阵吼，这3步人我有法度去，读甲伤的，像骹伤的无共款。缀袂着就滑倒。咱人年老嘛是共款，身躯病痛是共款，手脚不听使唤。苦难毋是以前大个代志才叫做苦难。小朋友，
他一个洋娃娃，他一个礼物，你把它拿走，你哭就大声，这是伊大苦难呢。咱的家里好好的考试，成绩足差的时阵，足艰苦，迄是伊的苦难。交朋友失恋的时阵，哦，迄嘛是啥世界末日，迄是伊的大苦难。苦难的发生，带来咱的无助、咱的彷徨、咱的焦虑、咱的灰心、咱的埋怨、咱的大生气、咱的苦毒家己，苦毒咱身躯边的人。这款无正常的经历，互咱丧志，咱伤心袂煞。而且苦难中，咱无得到适当的支持的系统，渐渐，咱就是去滑落去的路。如果这时阵我拄好火上加油的人，就亲像顶礼拜牧师所讲的，有一根可爱的光海来临到你的身躯边，因为这光海将苦难黑暗中所暗茫的光拢夺去了，它遮盖了那个光。教会的信仰团体嘛是安尼，当上帝真光受压迫。当上帝的光被遮盖，甚至用别项的物件代替咱的上帝的时阵，相信咱教会的苦难将永无止境。咱对约比第4章甲第24章的时阵，约比甲3个朋友来对话，因到落尾的时阵啊，咱会想看卖，咱来去探访朋友的时阵。你一句我一句，互相对话来对话去，应该毋是若讲三遍。但是咱知影意见无共款的时阵，讲三遍就感觉伤济啊。俗话你爱讲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讲话也袂歹的时阵一句都无想要听你讲。咱看约伯，一开始无讲话，伤心7天了后，伊一开嘴就开始咒詛家己。伊咒煞，伫某一部分，伊是咧塞奶啊！伊希望得到伊的朋友啊，的安慰啊，甲体谅。但是咱看即三个朋友，毋是安尼，因逐人对伊的自我中心来看约伯这项代志，因完全放袂记，因来约伯的厝诶，是要来啊，要来安慰伊，要来探望伊。圣经讲。咱讲，爱哭的人，我们一同爱哭；欢乐的人，我们跟他一同欢喜。这三个朋友反正开始，你一哭我一哭，话拢讲啊落落的。对话中间，常常看到伊的朋友火力全开，又比他亲像掉落山沟内底，一个人，他拼命想要往上来求救。有这三个朋友一时好心情，搁对伊后壁面啊开一枪，约伯无死嘛看了命。这个朋友所做所行，就哪咱讲这光海，互约伯伫山谷的苦难中越陷越深。约伯一时看无到任何上帝所发出暗茫的真光。圣经里。25章第20到第50，安尼记载，约伯这朋友比勒达，伊个大声对约伯讲伊明白的上帝，我来读互你来听。伊爱讲安尼上帝是即款的上帝，上帝是权能甲威严，拢是伊的。伊伫悬的所在行和平，伊的军兵敢会算的吗？伊的光一个出，是属于无互伊照着。安尼伫上帝面前，人敢会亲做伊？有人所生的，敢会亲？看伫伊的目睭前，我无光，车嘛无亲伊。人是虫，人亲像一头粉。撒旦对耶和的攻击已经够严重了。
但是此时此刻，这个比勒达继续安尼讲，上帝是万管理的上帝，伊是高高在上，统治全地。伊会讲照伫咱每个人的所在，咱人伫上帝面前不过是一只虫。这比勒达的理论就是要紧约会，要紧认罪。比勒达的上帝是伊理论上的上帝，伊毋是真正有经历过上帝，那是他理论上他所创造出来的上帝。伊的上帝就是听讲，伊的上帝是高高在上审判人的上帝。上帝好像就是一百块重的刀挂伫他，互大家来欣赏。这个是没有温度感情的上帝。约伯这三个朋友到这时阵表现出来了，好像是因是撒旦的打手。有时咱嘛是像撒旦的查某，你对咱兄弟姊妹攻击约伯，他们在耶伯的伤口上面继续撒着盐巴，互约伯的身躯内心非常的平淡不艰苦。圣经记载就是今日以上之事所读的。以上只是今日台语，足好哦。我欢迎大家做见证。咱来鼓励吼，咱新的一代的中职愿意读英语比赛，用不熟悉的语言。你看咱传道台语嘛，毋是吼，我是从时先熟悉的语言。虽然我对细汉，关于有一天吼，走来他说。传道，你是金门人哦？嘿啊，你金门人哪会晓讲台语？台语是我细汉妈妈、爸爸咧讲的语言我来台湾上班了台语较少咧讲，所以大家较包涵者吼。就今日的圣经在，约伯真正是上帝，约伯大声的讽控对伊朋友讲。无几日个，你有帮助伊到怎样？手软正个，你有拯救伊到怎样？你有怎样假是无知个人，搁大发明真实个知识？你对是谁讲话？是谁个神对你出？无几日个，手软正个，约伯陷入苦难中满腹个委屈，伊希望有一支手小可牵一。有一个安慰陪伴的声音心动，淡薄同理心，安尼就会使。实在伫苦难中的人，无需要你做心做的代志，你就是淡薄陪伴伊就会使。但是在朋友失去理智的攻击，无中生有，约伯对因已经失去信心，失去希望，而到伊用真酸的话。真生气，会大声来对伊的朋友来讲话。咱知影，当大家以我自我中心来出发来看代志，我用真酸、真生气的话来互相攻击的时阵，安尼咱的苦难就无一天会停止。平均的教会，特别是咱基督教会内面，咱常常充满做的光害。真侪人用真酸、真生气话互相来攻击，同款的戏，一年一年拢咧演。比如3年前的圣诞节，我还是新学生的时阵，我甲马街医疗团队到了危险。我某某缅甸的山区，我来做医疗短宣，服务当地真侪受苦、无钱看病的人，这项代志无人去注意。本来我真欢喜看到马街医院的新闻，上咱台湾的头版新闻，哇，我心内足欢喜的，哇，咱马街边。是不是好代志，咱会上头版新闻，无管是网络还是电视，但是我一看佫是为了要争取董事长、争取病院的医长的位置，咱总会、中会
咱地方教会，咱边四方面互相指控，差真正足离谱。我看无啥啥，你敢看无啥啥？咱大家拢看无啥啥。每一届拢去吵，我毋知影世俗人看落会做啥物感想。第二是新学院是培养未来传道者的所在，新学院的责任非常的大。会记得我伫新学院的时阵，有一个新学院，因我20年的职员头差查我讲，你的经验来看，你新学院是啥物款的学生？去到教会，就会请做啥物款的牧者？我讲迄应该有可能的。但是奇怪的是，咱不时阁听到新学院的老师带着一寡学生，两边互相吵来吵去，看了互咱人真心痛。第三，这个月咱参加咱国中新年度议会，要选出新的院长、副院长、书记、副书记、中委的牧师、中委的长老，这重要的干部。会决定咱国中未来一年咱的发展。伫中委牧师、中委长老伫选的时阵，特别是伫咧牧师伫选的时阵，要选8个，选3轮的时阵，选了，较选出3个，5个选袂出。我心内安尼想，咱安尼想看卖，咱要选10个中职。咱选3遍，较选出3个，安尼请问咱教会是发生啥物问题？哦，这代志真正是足大条的哦，咱会选袂出。我伫遐敢有一个帮忙的选务的传道师，阮心内才能做明白。阮知影这世界的背后是啥物问题？咱教会内底讲听，常常因为咱人的需要，咱人的骄傲，而到教会有时比社会搁较离谱。第4个，你会感觉做简单的袂？我来传道讲遮多，这是咱真实的问题。第4个是地方教会嘛有最多的困境。根据总会统计，咱目前有1228间教会转省，咱转省加原住民，咱长老教会1228间，但是咱拢维持有200间左右牧者咧无用，但是咱同时也有差不多也有200个牧者无教会较无用。这一块是真正是一个好笑、好严肃的问题。毋知影对当时开始，咱教会拢会真少地去来选咧新的牧者，牧者的条件。咱牧者嘛是共款咧选教会。咱台北中会伫去年的宣教大会，这是宣教大会了中干处所，我目前是报告书。我有长老家一顿伊是安尼讲，咱台北中会伫总会下面27个中会，咱长老家有27个中会，咱台北中会表现有4项叫做第2名，无简单哦。第1项，咱教会数100间，100间，咱会员数12000人。咱礼拜的人数11400个，咱教会影响力，第2名。这4项，咱是27个中会内底，咱第2名哦。但是咱有一项得第1名，无简单，竟然得第1名哦。对2008年开始到2017年，这10年的中间，咱台北中会的牧者有80%的异动，
咱是这部分咱得第一名。这个第一名真的是名列第一名。报告书说，当牧者耕动频繁，信徒心灵则动荡不安。许多的事工当然无法生根建造，传福音就不会有任何的果效，教会发展亦困难重重。这是咱台北中的拄着上大的危机。原本教会应该是发出真光的所在，如今却分党结派，咱彼此来攻击，闲言闲语。咱真地为我们拼数字。当教会一堆无好海的光海拄着在一起的时阵，那雷官长都来讲的，撒旦那好塞赶快，他看缝他就插针了。他一定是火上加油的。我们都是给撒旦制造机会，让他火上加油。还是继续安尼，咱教会苦难，我们自然就没完没了。虽然教会的境况互人心疼，约比的境况嘛，互咱唔甘。但是即款的苦难中间，来看约比怎样讲？约比是来认真、算真生气的来对朋友来讲话。约比第27章第20安尼讲，约比第27章第20安尼讲：上帝夺去我的理，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。我指着永生的上帝起誓，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。上帝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，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，我的舌头也不说诡诈的话。要不对上帝来救助，我讲有一口气的时阵，我的嘴发断无讲无义的代志，我的心嘛无讲诡诈，这是约伯对上帝极大的信仰。虽然头前无明，拄则讲的，咱感觉足心疼，咱教会咱哪会变安尼？虽然咱土亲像来伫山谷的内底，虽然咱的身躯遍体鳞伤，但是约伯去用信心的手，悠然用大几力来肯定上帝，因为约伯明白上帝，甲伊的朋友明白上帝是无共款。约伯时代虽然感受上帝的威严带来他的悲惨，上帝的沉默带来他的绝望，上帝威严超越一切。但是无管是伊所讲的所做的是对还是毋对，约伯心情，上帝拢参与伊的中间。约伯的上帝是我的上帝，上帝的亲像黑暗中的一支手，带来互约伯大困难。伫咱苦难中的信徒，带来咱等候上帝有一天会徛伫咱这边的力量。约伯盼望上帝紧紧领导伊的心情。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基督的身体，主耶稣是教会的头，他怎么会不管呢？约翰福音3章16节。上帝那么爱世人，甚至赐下他的独子，要使信他的人不致灭亡，反得永恒的生命。约伯所盼望所礼拜的上帝，就是咱所信的上帝。伊毋是高高在上，伫遐看好伊，伊也毋是亲像世上人爱去四处去找的神。伊是愿意主动认可咱的生命中间的上帝。伊知影咱教会拄着问题，伊也知影咱每一人拄着苦难，伊知影咱每一个人无奈。伫约翰福音书10章33节里讲，在世上，你们虽然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。我们放什么心呢？他已胜这个世界。因为在十字架顶，因为伫十字架顶的耶稣。将咱全部的苦难，
罪过，拢排在伊家己身躯里面。他把这些苦难担在自己的身上。我以前阿姨读册时阵，老师伊安尼描写这个状况。当耶稣基督你害咱的罪过的时阵，上帝天顶了后塞，信息里边非常边。主耶稣所受的鞭挞、伤痕，所拿每一滴血，拢是为了咱，都是为了你跟我，也为了我们的教会。苦难不等于罪，苦难不是罪。当上帝透过耶稣的十字架顶的救赎，表明伊已经参与成为咱每一个人的信命。阻隔我们和上帝的律法已经被废除了，阻碍金光的光害互咱挪去了。当咱主把耶稣，当咱完全放下咱自我的坚持，咱的骄傲，当咱的性命愿意甲主耶稣的性命相结连的时阵，当咱愿意学习耶稣性命的款式，安尼咱就拿枝子。紧紧的连接在这个葡萄树上面，上帝无放下咱一定会照时间来去维持。这是稳定的记号，这是我的上帝，这是咱的上帝。撒旦的专制所造成的苦难是暂时的。但咱愿意上帝听的内面，常常来悔改认罪，将看到家己的需要的地位、权柄、骄傲，转向迎向上帝的手，合适主耶稣的顺服、谦卑、牺牲的时，相信咱的教会，咱属灵的氛围，就开始无共款的变化，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真光。永远地的真光就是真光，这是品质保证。袂因为前期的环境的黑暗就无去。当咱的总会、咱的机构，不管是新学院，无管是马街边，咱的中会、咱的地方教会，只要咱愿意重新调整来悔改。从咱身躯一寡耀眼夺目的光彩，挪去，让咱顺服伫主耶稣的面前，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也是以马内利的上帝。阿门。一定会搁带来咱搁一遍看到远望的真光，咱所拄着的苦难，就是变成祝福的泉水。每一个有历史的教会，拢有属于伊一段苦难的故事，咱变成教会也无可避免，因为咱拢是一份蒙恩的罪人，咱变成教会怎么可以没问题呢？苦难带互咱彼此最的伤痕，这伤痕毋知影当时开始的，这伤痕。好像是对铜墙铁壁共款，阻隔了我们彼此的交流。那你姊妹可能礼拜来，但是可能无交谈，因为伤痕就拿这分明共款，壁垒分明。这伤痕的内底有做的目屎、委屈伫内底。但是今仔日，上帝咧透过主耶稣是一个救赎，要上帝来这恶者的控诉，要来自这恶者的控诉，也是这来自恶者的光害，要将我们这一道铜墙铁壁打碎。上帝要用主耶稣牺牲的爱，亲自来弥补我们这一道建成教会这一道伤痕。主耶稣要把里面的眼泪。里面的委屈装到他的袋子里面，
安尼收藏着。甲牧师来到咱建成教会已经第6个月了，第6个月，敢若来足久了，你有感觉无？大家呐，敢若像咱大家已经安尼，已经是真久的朋友共款，兄弟姊妹共款。即个各位兄弟姊妹，伫上帝听内面有经历真多的恩典，甲真美好事工甲生活，也非常感谢各位兄弟对牧者的关心甲带动。而即6个日，咱共同完成了许多不可能的任务。而即6个日中间，特别是接续牧师馆流水整修了后，咱的祠堂、咱的花市渗水越来越严重。有一礼拜，咱做礼拜时阵，才过滴水。我想上帝伫天顶流屎。感谢主，互咱中即会有智慧来判断，用上好最长远处理的方式。我们不但要治本，我们不但要治标，我们更要治本。但是咱教会现况来看，咱工程的困难度超过一般的想象啊。但是感谢主，咱上帝教会上帝亲自来看顾，毋是要工程顺利来进行，咱的工程，咱的总务部的丢路来补充，咱的工程日常来完成啊。感谢主，咱若是短短时间看到兄弟姊妹为了修缮基金来奉献来祈祷。你顶礼拜日我去支援华兴教会讲道今日换牧师去华兴教会讲道。我刚入门啊，我就看到尾场足欢喜安尼，我想发生什么代志？那冲到我遮来，知影讲这个好消息，伊有收一笔有志奉献现金20万。咱100万的目标提早来完成，真正是感谢上帝对咱建成教会听。其实钱的问题，牧师甲传道士都无去担心。我顶礼拜去华兴教会，伊咧建堂，我知讲，钱的代志，钱有法度处理的代志，拢是小项代志。咱的生命中内底上大的问题是钱无法度处理啊。王永庆佫较有钱，敢有法救伊的性命？无法度啊！我看咱建成上大的生命是啥物？是咧整修的过程的中间，我看到咱建成教会兄弟姊妹，咱同心合意，同齐脚步，我们手牵手，我们心连心。传道甲牧师伫这中间，无听到任何一个人对这工程指指点点，说东道西，一个都没有。就较多是关心，是带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只要咱彼此相听，咱专心来跟对咱的主耶稣，相信苦难会成为我们的试金石，因为上帝会主动为咱增减好的金钱。所有的苦难拢会成做祝福的金光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真来听我建成教会。我知，阮建成教会过去所有的苦难，你已经甲阮擦去，你已经拄去啊！我要搁一遍二次讲，主，你是阮的上帝。你是阮的照伴，阮需要的帮助。阮靠主，阮要得胜；靠主，阮要过丰丰富富的生命。阮要来领光你的教会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